各地的莲友们，早上好！师父啊，希望我们学佛的人呢，一定要有慈悲柔软的心肠，不能只是为自己而没有想到别人。这个已经失去了我们学佛的态度了。你已经造成了你的这种邪知邪见的观念，已经走偏了。所以我们呢，应该随时心怀着众生，把别人都当作第一，自己放在后头，能够时时刻刻想到他们的需要，我们愿意来关怀他们，帮助他们。这个是我们学佛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，这样福慧才能双修，你的功德才能圆满。我就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啊，因为布施一杯牛奶，一位女孩啊，不但拯救了一位年轻人的前途，也救了她自己一命啊。有一位医生叫做郝武德，他在学生时代啊，为了赚取学费，挨家挨户的去推销货品。有一天晚上啊，肚子实在太饿了，但口袋里面啊，只剩一个小钱呢。他来到了一户人家，当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孩打开家门的时候，这一位郝武德呢，他没有勇气去讨饭了，只是要求一杯水。这个女孩子看他饥饿的样子，给他一杯鲜奶呀。郝武德呢，他不慌不忙地喝下，问说：“我应该付多少钱呢？”这个女孩子就说：“你不欠我1分钱。我母亲告诉我们，不要为了善事要求回报。”这时候郝武德他说：“哦，那我只有由衷的谢谢你啦。”当郝武德离开的时候，不但觉得身体强壮了不少，也使得他已经陷入绝境，准备放弃一切的他，顿时增强了信心。几年过后啊，那位年轻的女孩病危啊，当地的医生都束手无策。家人呢，将他送进大都市里面，以便专家来检查他这种罕见的病情。他们呢，就请到了这个郝武德医师来诊断了。当他听完病人是某某城市的一个人的时候呢，这个医师啊，他眼中充满了奇特的光辉啊，立刻就走进了他的病房。医师呢，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女孩子喽，并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来挽救她的性命。经过漫长的奋斗以后，终于让她起死回生，而且战胜了病魔。那个批价士啊，就将账单送到医师的手中，要请他签字啊。郝武德医师看了这个账单一眼呢，就在账单的边缘写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一杯鲜奶已经足以付清全部的医药费了。”签署人就郝武德医师。你看，女孩一念的慈悲，无心的布施，换来了自己宝贵的生命，这个果报太大了。仁者希望我们所有慈悲心的人都能够赶紧的行善积德吧。我们这个人世间是需要靠一些有爱心、愿意付出、愿意关怀别人的人，社会才会温暖的。目前的社会上面啊，动荡不安啊，混淆不清啊，道德沦昧啊，人性不古啊，造成呢我们社会上所有的人民百姓人心惶惶，我们没办法分清楚到底哪个是个好人，哪个是个坏人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处在这样一个污浊的环境当中，我们看到需要帮助的对象，也很乐意的，毫不吝啬的，赶紧能够关心他，协助他，让他重新站起来。这是我们学佛的人的本分，我们应尽的责任。所有诸佛菩萨都是这么经历啊，从来不把自己摆在前面，所以他时时刻刻想到众生的需求，也因而造成了他菩萨的果位啊，福报增长，业障消除，结果累积了无量无边的这一种善因善缘，结果人家成就了。我们为什么也不好好的跟这些菩萨们多多学习？日后你福报来的时候，我们没办法去知道什么时候灾难会发生，不知道啊。
但是如果我们心存善良，天必护之，一定来帮助你、爱护你的。我们心存着正念，天一定来疼惜你，来护佑着你的。所以我们应该要一念慈悲，你对别人好，别人也会对你好；你爱别人，别人也会爱你。这个社会更加的美好。我们希望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，天下能够太平。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